拆唔到你骨都煎翻你一層皮啊！短短5分鐘就要俾3240蚊，講你都唔信啊！山東大學經濟系嘅姜教授，一個專門研究網貸嘅大學教授，喺寫互聯網貸款學術論文嗰陣時，為咗更加直觀感受網貸申請嘅流程，佢仲專登揀咗個大平台京東金條去申請借款，點知就咁踩咗入呢個網貸平台嘅連環陷阱，成個過程啊真係環環相扣，防都防唔切啊！咁啊，教授咧原本只係想測試下貸款流程，打算咧喺最後一步咧就停低個操作噶啦。點知連同意個掣都未見到，個平台就直接將10.08萬蚊打咗入佢銀行卡。咁都算啦。你知唔知最離譜係咩啊？喺佢發現之後，已經馬上申請提前還款，平台居然要佢支付3240蚊嘅利息同埋服務費。呢筆錢喺個賬戶入邊只係停留咗5分鐘啫，換算翻日息係3%，折算年化利率高達1080%，比國家規定嘅高利貸紅線36%高出咗整30倍啊！咁呢種未經同意就秒放款、秒計息嘅操作，同搶錢有乜分別啊？如果係都要話有，我覺得仲好過去搶咯。更加核突嘅係呢啲平台將高息拆分成利息加服務費，合同條款咧就玩文字遊戲。你話我哋普通人點會有識計算清楚呢啲費用嘅能力啊？之前咧就有大學生貸款8000蚊，提前還款居然要還1.4萬，仲有人啱啱一轉帳咧就被扣咗500蚊嘅砍頭息。呢啲案例喺網上已經係比比皆是，可以話全部都係普通人用真金白銀去為平台嘅套路埋單。而家連專業領域嘅大學教授都踩坑，我哋普通人又點避得開呢？所以喺度咧，我呼籲呢啲網貸平台少啲套路，玩技術、玩法律，普通人肯定玩唔過你。但係如果你想共存共贏，就麻煩你合情合理啲，過得自己過得人啦，唔好整到大家一聽到網貸2個字就好似見到過街老鼠咁啦。貸款揾到飯，包你唔使煩。